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2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路得记第1章第6节到第18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。立约与应许基本上是不相同的。前者的立约其实是在讲双向的，应许基本上是单向的，就是说像中文跟台语翻译那个应许呢，基本上是从上而下的一种承诺。这样的翻译很符合圣经的原则。但是英文上的翻译的基本上是双方都可以承诺的，承诺想要做什么啊，承诺说啊我将来要给你什么啊，承诺的一方呢就必须要去执行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对于人而言，信守承诺似乎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。就如同在政治上发生过许多这种当选之后就